后来即摆注这个批蛇的疫苗都要自费，2剂要18000块。中华县政府补助长辈12000块，所以一个人只要付6000块，是去引到坐阿公阿嬷半暝就去排队。县政府惊老大人伤忝，是甲登记注文的时间改到下晡的点半。但是也是有真侪人真嘛落去排队，甚至阁有人开500块，请人代替排队。但是因为排队的时间太长了，煞换代替人排队的民众怨叹讲，安尼实在真袂好。透早7点外，卫生所头前人山人海，排队等领号码牌，都是要领中华县府补助组批抓疫苗的注文单。上一次还不给丢啊，早一点来啊！批抓疫苗2剂原价爱万批，有补助付6000块地使，个人当咧听，嘛来遮排队。足艰苦的，迄个神经痛啊！批抓举起来算是神经痛，哪咧痛会真艰苦。我觉得是很好的政策，但是名额真的太少。不想要让阿公阿妈得病。批单个民众半暝3点就来遮排队。啊，那想讲叫你再来排队。哎，那上次来都排不到了，你今天要增程啊？为着新闻里，真早就爬起来，某人无想要遮尔忝，找朋友来到排队。那个年纪很大，他们都要排队，要价值都要排队。结果吧，2个签都不配合。这位民众替朋友斗排，一个人收500，替2个人斗排赚1000。不过排队时间真久，嘛讲这钱真歹赚。你要加纳吗？伫咧边仔开早顿店的头家，叫是人济生理会对咧变好，结果排队的人无一定会买，老顾客嘛客不来，生理变歹，比平常时啊减钱2鼎水煎包。生意反而比较差就对了。官府讲原本分5梯厝互民众注文意向，不过第1梯厝互大家骂甲无力，才改做将村的补助名额做一摆发，提前领到注文单，爱伫咧7天内去纳钱，这个照通知去卫生所注批抓的预防箱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